我哋嚟到咧紅磡嘅都市公園，真係煥然一新。呢度咧真係家庭嘅好去處，適合小朋友啦、成年人啦、長者啦。如果係小朋友呢，我哋有一個玩平衡車嘅徑㗎。咁另外呢，就係長者亦都有長者嘅園地，咁都好適合呢長者早上嚟晨運。咁呢，其實呢一個呢，就係第二期嘅重點啦。我哋呢住喺黃埔紅磡嘅居民呢，都好關心我哋嘅渡輪服務。我哋之前呢，就成功爭取復航啊，就由紅磡去到中環呢，而家已經復航啦。如果能夠咧將呢一度咧活化，讓更多一啲就係市民可以加入啲新元素啦，引入一啲商業嘅一啲元素，咁我相信咧會吸引更多嘅人啦，甚至遊客啦，從而推動我哋地區嘅經濟發展嘅。